请走甲。摇花啊，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慈爱，佮将你的救恩赏赐阮。我愿听全能的摇花所要讲的，因为伊要对伊的百姓，甲伊圣的百姓讲平安，总是因毋通搁去南山行。伊的救恩是在近伫敬畏伊的人，互阳光点伫咱的境内。请起立，咱要来吟诗。吟圣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请咱吟全首。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三角来刻印，咱看是圣诗的后壁面，刻印文44篇。咱三角来刻印，伊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罪已经害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波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逐个山谷拢要添好甜，大细的山头拢要骨落家，冤屈的要解互直，坎坷的要受互平。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上主。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什么？着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为干，花为谢。因的上主会开吹伫顶面最声。三角来刻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为干，花为谢。毋过咱上帝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声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抢倒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按我羊仔囝抱伫胸前。做伙念，伊要带遮个互羊仔属灵的羊母，稳稳啊行。咱三角来感谢主，亲爱的主阿爸爸，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知，自阮出世，上帝你着伫阮的身躯做记号。互阮会当诚侪你稳定的囝儿，主啊，阮知这是阮真大的福气。主，阮感谢你，也互阮虽然伫罪恶当中，主你有缘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赦免阮，互阮会当搁做一个顶头生的人，互阮伫上帝你的面前会当诚侪你稳定的囝儿。主，阮满心感谢你。愿圣神你帮助阮，甲阮伫地，也互阮伫今下知影，阮要伫遮敬拜阿罗你的时，你的圣神就要大大充满阮，也要透过牧师伊要所讲你的道理，主啊，要搁一摆来洗清阮的心，也互阮会当透过牧者所传的福音，互阮会当搁一摆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主，阮感谢你，愿你圣神引带带领阮，也帮助阮，也安静阮的心，安静阮的灵，互阮伫你的面前，阮通听起上帝你水阁好的话。主，阮感谢你，将安尼一切拢摆列伫上帝面前，愿你欢喜来看阮的面，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免。即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退休牧团复现的主日。总会有差派陈君平牧师前来请安甲报告，敬请兄弟踊跃来奉献。
做伙来关心退休牧者的生活。第二项，本会后一届各圣歌队队长甲副队长的选举已经完成，选举的结果如下：上任圣歌队队长许林美，副队长薛宝林，辅助圣歌队队长郑美仪，副队长许素瑜，教会圣歌队队长许素云，副队长张正元。第三项，本会有发送2024年卫昌教会月历，伊的主题是耶稣讲，敬请兄姐以家为单位，每一户一份，伫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四项，本会本主日甲下主日有2个主日，下晡的3点甲6点，伫卫昌敬拜中心有举办幸福特会。有报名的，请准时参加。当天请伫2点半以前完成有备，并参加会前的祈祷。第五项，本会定伫113年元月28日暗时7点半要举办有庆末新年在夜的成果发表。地点伫主堂，欢迎会晓乐器、爱跳舞的囡仔，个人或者是团体。伫12月12日进前使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表演的内容，每一个队差不多就是3分钟到5分钟。第六项，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第一小项12月24日上午2场礼拜有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由教会圣歌队来献唱。当天第2场、第3场的礼拜有联合聚会。第二小项12月24日第2场礼拜，咱有要举行洗礼式，要参加洗礼、献信礼、小儿洗礼的，请你伫12月17日进前办公室来报名。无参加幸福小组的，需要参加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第七项，2023年高雄圣诞嘉年华会由高福盟甲市政府联结正教会共同来举办，时间是伫12月24日星期日下晡4点到8点半，地点伫中央公园中央公园。活动内容食、啉、耍拢免费，只有社福的单位义卖。除外，欢迎兄姐办公室来索取原油券，一人限索取1张，数量有限，取了就无啊。本主日中昼12点，伫3楼视听中心有要召开店长的会议，敬请各位店长出席来参加。第二项报告具体消息，哀伤的消息。第一小项，本会蔡番长老，也就是蔡金条长老，蒙主温调安息主怀，享高寿100岁。已经伫本主日上午7点，伫市立殡仪馆祭拜厅5号举行6关个别火化的礼拜。第二项，家庭教会蔡杨金枝姊妹伫12月初6日蒙主温调安息主怀。也敬请相助会员缴相助会费，以上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姐为遗族来代祷。第二项，儿童牧区的消息，定期本主日举办夜市趴活动，请兄姐将机车停放伫副堂面头前的广场。第三项，互助社的消息，本主日第2场礼拜了后。要伫3楼会议室有要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二小项，也请各位社员伫12月27日进前完成12月份股金的存款以及贷款的还款，因为要年底的结算。第三，教界的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咱头前是旧城教会，就是咱的母会吼。伫明年的正月初，这是国定假日，迄天是拜一，吼。上午10点有要举办设教120周年的感恩礼拜，兄姐若有要参加吼，伫即礼拜进前，
爱报名因为咱爱确定人数。第二有一个即个夫妻宴会伫正月初甲正月初四伫金牌中心要参加的，会当伫甲办公室报名，还是 QR code 报名头拄咧报即个消息，第7项咱今年12月24由高雄基督教福音联盟、甲市政府、甲政教会有伫中央公园来举办圣诞嘉年华会。即个迄个烟油缸咱也有要参加，因为这是会当你要食物件，你要送衫拢会当的伫办公室所处若无到时有想要去其实现场阮也有咧会当所处现场就是爱等现场你爱排队所以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多谢。圣经，咱要来听上帝话。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是伫《路加福音》第1章，要对67节看到80节，伫白话语63页，台语汉语本65页，和合本77页。《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80节，恁来听，我来强读。伊的老爸撒加利亚就互圣神充满，做先知来讲，着俄罗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过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奴仆大毕的家，照伊对有世间以来用以圣的先知的喙所讲的，就是救咱脱离对敌。甲见那冤魂咱的人的手，来行灵敏伫咱的列祖，来纪念以圣的约，就是甲咱的祖亚伯拉罕所受的纸，互咱已经脱离这对敌的手，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用义无惊来服侍伊，伊影。你也要称作至悬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陪伴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着赦免，就知拯救的恩。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来甲敌咱。来照遮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园仔渐渐大，心神日日勇壮，踮伫旷野，到显明伫以色列的日。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下落，咱要请妇女圣歌队。一
多谢葫芦圣歌队那天使水的声。接续讲道，咱要请郑君平牧师，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为着备班来备班，为着备班来备班。咱请郑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是迄个台港节的第2个主日今日也是咱总会所定着的退休的传教士的奉献主日。咱望透过这个主日，会当来关心这个退休上帝落幕因的生活，透过咱的奉献，咱的代祷，诚侪祝福伫因的身躯顶。总会特别有派郑君明牧师过去是做大专事工，伫总会做青年干事，即马咧做新书者的编辑，伫辅仁大学读博士班。感谢主，互伊会当伫咱中间分享上帝话，来激励咱，愿上帝祝福伊头前逐种的服侍。咱拍拍欢迎郑牧师。应该有吧？有来吗？是的，有，可以。来紧，用这，我用这。喂，所敬听的陈牧师，甲列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的带领，甲咱教会的接纳。我用手持的，安尼好。真感谢上帝的带领，总会团伙会安排，甲咱教会接纳。互我今仔有即个机会，到伫咱的中间，甲大家做伙礼拜，嘛来分享即个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的即个，甲大家请安报告即款的事工亲像他拄仔陈牧师所介绍的，请咱做伙来用代祷、用奉献来关心即个退休的传教者因的安养甲因的关顾的生活。今仔日嘛是台港节的第2主日。照着即个教会经课表的进度，应该是爱来讲即个行洗礼约翰的故事。不过咱若看圣经，你就知即个行洗礼约翰传道的故事，其实是记载伫耶稣出世了后的代志。所以我想，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咱用另外一个角度，嘛是来探讨即个行洗礼约翰的故事，总是咱来探讨伫耶稣出世之前，即个行洗礼约翰伊的角色。伊的身份是啥物？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是撒加利亚所讲的预言。撒加利亚是啥人？伊毋是咱伫旧约内底迄个先知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伫咱今仔所读的圣经，即个撒加利亚，伊是一个耶稣出世之前，一个耶路撒冷圣殿内底的祭司。伊甲伊的某伊丽莎白。拢是阿伦的后代，就是祭司的后代，所以咱讲，因伫祭司的即份顶面因的血统真纯正但用咱即摆话来讲，就是牧师牧2代、牧3代安尼的意思啦圣经第1节，你手头若有圣经，咱会当摕起来看伫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6节的所在，圣经安尼讲，因2人伫上帝的面前拢是义的人。照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来行，无通嫌。对遮咱会当知影，圣经的作者对伫即2个人就是撒加利亚甲伊的某伊丽莎白的评价真悬。因一生认真服侍上帝，
就亲像咱即摆遮个牧师、牧师娘、师长共款，伊一生认真服侍上帝，总是真拍算，伫因的心上，亲像看袂到上帝的祝福，是安怎我安尼讲？因为刷来圣经伫第70个所在，圣经安尼讲，总是因无囝，因为伊丽莎白未怀孕，两人年岁又阁老。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底，咱知影生团真济，这是上帝的祝福。生真济囝，生团济济，这是上帝的祝福。佮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底，因认为人的性命有限，所以要安怎互一个人的性命会当得到延续，亲像永远的性命、永远活迄款的延续。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底，就是爱靠着生囝，尤其爱生后生、生查甫的，爱得当象征伊的即个家族会当透过一代搁一代，安尼一直延续落去。不过伫今仔咱的所看的圣经即个故事的中间，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因无生囝，因搁年老，所以亲像伫因的性命内底看袂到未来的愿望。虽然伊一世人真拍拼、真认真，伫圣殿内底做真好的服侍，总是亲像上帝的祝福无伫因的心上共款。当时做一个圣殿内底的祭司，这是一个什么款的工课？这个圣经的学者这个注解册有甲咱解说讲，当时伫耶稣迄个时代，咱知影耶路撒冷的圣殿只有一个，不过当时的祭司真济，几若千人的祭司，所以因为遮尔济祭司，圣殿只有一个，所以这个祭司就爱分做24个班，24个班。意思就是讲，逐个班伫逐个礼拜安尼轮流，每一个班一当才有2届的机会，会当到伫圣殿内底做即个祭司的服侍。佮伫圣殿内底虽然有真济服侍，就是每一届去服侍的时，虽然有真济的祭司，总是真正会当入去到迄个圣所，伫遐烧香，伫遐代替人民来代祷。迄款迄个特别的角色，只有爱透过抽考大家抽签，你才有即个机会会当来担任即个重要的角色。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即个主角撒加利亚，伊真好运，嘛真得到上帝的祝福。伊会当伫抽考的中间得到迄个进入到伫圣所，伫遐烧香，伫遐为着人民来代祷。迄款的权利，迄嘛是伊的人生中间一个真特别的一天。伫路加福音的第1章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圣经的作者甲咱讲，当撒加利亚伫圣殿伫遐烧香，伫迄个祭坛伫烧香的时，天使出现，互伊感觉真光影、真惊吓。总是天使随时甲伊讲撒加利亚。你无得惊，因为你的祈祷已经听见。撒加利亚伫当时咧祈祷啥物？伊当时咧祈祷啥物？虽然咱知影伊无囝，总是伫圣殿内底祈祷，无啥可能是为着家己私人的代志。撒加利亚伫祈祷啥物？伫当时以色列人所在愿望的，一直咧愿望的是啥物？就是上帝会差遣弥赛亚，就是一个拯救者，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来拯救因脱离这异族，就是罗马人的统治，会当互因重新来起造一个属于以色列人家己的国家，恢复是迄个大笔的王朝迄款的荣光。所来天使继续讲。伊甲撒加利亚安尼讲，你的某伊丽莎白要生囝，你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你要欢喜佮快乐，侪人也要为着伊的出世来欢喜。当天使出现，撒加利亚讲话，除了甲撒加利亚讲，你的祈祷上帝已经听见啊，就是上帝要差派迄个弥赛亚
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以色列人。伊阁甲撒迦利亚讲，刷落来，你的某伊丽莎白会生囝。佮来你的囝咧，你若继续圣经继续佮看落去，你就知天使讲得真详细。伊讲你着爱用迄个拿撒尔人、拿撒尔人的迄款的方式来培育、来教导你的囡仔。佮你的囡仔伫老母的腹肚内时，着互圣神充满。伊的任务是啥物？你的囡仔未来会做一个真重要的任务，伊要爱带遮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来回转，转来伫上帝的面前。甚至你的囡仔，你迄个未来的囡仔，会亲像旧约古早迄个先知上大的先知以赛亚共款，要来迎旨，要为以赛亚来备办道路，要来迎旨。迄个救世主来到这个世间，哇！我毋知影这个当时的撒迦利亚若听到天使甲伊讲这个话，伊心内有啥物款的感触啦？吼，咱嘛会当想象看觅，你今仔日若是撒迦利亚，你年老拢无囝，亲像人生无远望。今仔日伫教会内底，伫圣殿的内底，天使向你显现。然后讲遮尔济个语言，佮甲你讲，你未来所要有的、要出世的迄个囡仔，要担任一个真重要的任务，迄是上帝所赐的使者。你的心内有啥物款的感想？不过撒迦利亚是一个真老实、一古意的人。当伊听了天使甲伊讲遮个话了后，伊心内第一个想法就是：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伊甲伊的老母已经年岁已经真济啊，遮尔久拢无囡仔，伊嘛已经认命啊。讲实在，因对因的未来可能嘛无抱着任何的希望。即摆一个天使出现，甲伊讲遮个话，伊第一个念头就是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会发生？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安尼，你若看圣经，你就知影，上帝互伊下教，上帝互伊下教，因为伊无相信上帝的应允。虽然天使的话真恶的相信，虽然天使的话真恶的相信，不过上帝的应允犹原实现伫撒迦利亚甲伊丽莎白的身上。亲像撒迦利亚迄款的心情，我毋知咱敢会当体会啦吼，嘛毋知咱大家敢有迄款的经验。你伫咧等待一个愿望一个代志的发生，会当完成你一世人的愿望，总是一直等，一直等，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一直拢等袂到。我毋知你敢有即款的经验。其实伫台湾有真济人有类似的经验。咱台湾因为历史甲政治的缘故，伫台湾的社会中间，曾经有亲像有两个真大的阵营，两群人。这两群人，一群是对过去的即个蒋家的这政权真有感情。真怀念过去国民党的统治，因真期待会当反攻大陆，会当甲中国统一。总是阁有另外一群人，因可能伫因的人生的中间，曾经受到真大的即个威权的压迫，因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时期。伊嘛一直抱着讲，有一天台湾会当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两群人伫咱台湾的社会中间，咱拢会甲社会拢会甲伊讲，真简单，甲伊做一个分别，讲这是外省人甲本省人。总是我认为这款的分别是无正确的。这其实是两群无相款，抱着无相款愿望的人。伫即两群人的中间，
嘛有外省人，嘛有本省人。总是不管因是虾米款的人，遮个人可能到伫即摆即个时间，真侪人年岁拢真大，甚至抱着因迄个一直拢无法度实现的愿望，伊到因过身。我是1970年代才出世的囡仔。对比伫我头拄仔讲的遐个长辈来讲，我并无经历真侪因所经历过遮个代志，总是对真侪册、电影、电视剧，真侪对历史的了解，我加减会当体会遮个长辈因心内一生所仰望迄款的心情。总是嘛是因为安尼，嘛感觉真。为着因感觉真疼心，因为因一世人，就是迄款的历史的伤痕的内底，伫遐艰苦。不过，我讲实在吼，台湾有一群人搁较可恶啊，什么可恶咧？咱知影明年搁要选举啊，大概若到选举吼，就有人为着家己的选票，有人为着家己的利益。来制造遮个人互相的冲突甲对立，遮个人其实因伫历史的中间，伫因人生的中间，经历了的代志，有即款的仰望。其实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故事。总是大家生活伫台湾即个土地，应该会当和睦来相处。不过，就是有一寡人。因真苦，对我来讲，因真可恶啦！因就是爱互社会，因为安尼彼此来对立。讲到遮有较远啦吼，咱搁倒来看圣经。亲像以色列人在仰望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因。其实这款的心态，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伫遮个长辈的身上，咱嘛看会到。即款的心情，遮个人真侪人，亲像撒加利亚，亲像伊丽莎白共款，因认真过因的每一天，伫因的工作，伫因的生活的顶面，真认真来过因的每一天。搁伫因的人生的内底，咱台湾的社会的发展民主的进步。伊嘛慢慢来适应，慢慢来调整家己的心态、家己的眼光。其实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嘛会当看见，因为社会的改变，因为眼光的改变，咱来亲像会当看见一个新的愿望共款。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天使的应允真正实现。伊丽莎白真正有心，虽然伊已经老，总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所带来的新者，无迄款无可能的代志。当伊丽莎白有心了后，伊安尼讲，主伫看过我的日，款待我亲像安尼，来洗我的见笑伫人的中间。对伊丽莎白来讲，伊的怀孕是伊人生经历一个真大的新者。总是即款的新者，圣经讲，伊将家己稳重起来。即个稳重起来，什么意思？其实圣经讲了无真清楚啦，有可能是因为伊年岁已经有啊，佮有心，感觉歹势，嘛有可能，咱讲高龄产妇所以伊爱佮较侪休困来帮助伊的囡仔来健康来成长。不管怎样，伊丽莎白有心这项代志，对伊来讲，迄是上帝的恩典来拄起伊生命中的见效。是安尼生命中的见效。咱知影伫古早迄个医学遐无亲像咱即摆遮尔发达的迄个时代，一对翁仔某若无生囡仔，
拢无人会怪查甫的啦，敢对？一对翁仔某若无生囡仔，会怪迄个查甫的吗？大家嘛怪查某的，大家嘛怪迄个妇人人。哦，以色列人嘛是共款，所以今仔日伊丽莎白有心，对伊来讲，迄是上帝互伊的性命一个真大的稳定。毋通拄起伊正做一个妇人人的见效，嘛互伊甲伊的先生，即个撒加利亚看见因未来的愿望。然后3期到，囡仔出世，照着以色列人的传统，即个真恶才得到的即个囡仔，佫是后生。当然爱用伊的老爸的名，用伊的阿公的名，还是用伊祖先的名来号名，因为即个囡仔真宝贵、真重要。不过伫遮咱看见，这就是一个上帝的心意，照着天使所应允的，照着天使，照着上帝的旨意，伊丽莎白甲撒加利亚坚持要将即个囡仔号做约翰。伫当时受到真侪人的反对，因讲你的家族内底拢无人叫即个名。总是伊丽莎白甲撒加利亚真清楚，这是上帝的旨意。即个拄出世的囡仔爱号做约翰，因为约翰的即个名的原文的意思是上帝耶和华的稳定，耶和华的慈爱。我相信即个囡仔，毋但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出世，来成做撒加利亚，成做伊丽莎白，因即个家族的真大的稳定。其实，即个囡仔的出世嘛，带来以色列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嘛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规个民族来讲，这嘛是一个真大的稳定。而且，咱嘛看见，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互伊丽莎白甲撒加利亚因伫上帝拯救以色列的即个救恩的即个计划内底，因有份。然后就是到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吼，今日咱书会即次为着咱所读的圣经，当众人感觉真光影的时，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然后开始讲预言。咱读拄啊，若有即次来为咱读圣经，咱若有注意读，还是讲你手头圣经，你嘛会当掀起来看吼。伫其他的圣经的内底，即个预言对68节到第79节，遮尔长的即个篇幅的内底，你若详细去甲伊看吼，你就会当发现头前的三分之二吼，就是8节吼。头前的8节，其实内底的内容，拢是咧宣扬上帝的救恩。就是上帝要差派弥赛亚，差派迄个拯救以色列的迄个使者来到因的中间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后壁的4节，就是后壁的1/3，才讲到因迄个囡仔约翰伊的身份是啥物？伊是至悬的先知，伊要互伊的百姓来得到赦罪，互因知拯救的稳定。虽然是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所讲的预言，总是有2/3，大部分的内容犹原是咧讹了上帝，就要讹了上帝来宣布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救恩。只有1/3才讲到伊的囡仔，约翰未来的即个任务。不过对遮咱就知影。约翰的角色，即个约翰就是然后壁咱所读到即个咱种真实的即个行洗礼的约翰。约翰的角色真清楚，伊是为着弥赛亚，为着上帝所赐的即个拯救者来备办道路的即个使者。若是安尼，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的角色是啥物？
约翰的老爸老母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的角色是啥物？因的角色，因上重要的任务，就是为着因的囡仔，行洗礼约翰未来要做的事工来做备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今仔日的题目啦。为着备办来做备办，为着备办来做备办。我想，因为今仔日咱对圣经内底所读到的，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就已经真年老。我想，这两个翁仔某可能一直到过身之前，因可能无迄个机会看到伊的囡仔来诚做咱所知的迄个行洗礼约翰开始伫旷野宣道的事工。就亲像我讲的，毕竟约翰出世的时，这两个翁仔某拢已经年老，更毋免讲因有机会去看到耶稣，知影耶稣，亲身去经历耶稣所做遐个事工。不过，因一世人认真伫圣殿认真做一个祭司的服侍，佮顺服伫上帝的安排，做约翰的老爸老母，用上帝的旨意，用上帝教示因的方法，来培育因的囡仔，行约翰来大汉。就亲像我讲的，因可能无迄个机会看到因的囡仔，诚做行洗礼约翰伫所做的事工，竟无迄个机会去看见耶稣。不过伫上帝规个救恩历史的计划内底，因透过顺服上帝的安排，来诚做约翰的爸母，照上帝的教示来培育约翰来大汉。因就已经参与伫上帝救恩的中间，诚做真重要，甚至袂当欠缺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遮尔重要，今仔日咱才会当伫圣经内底看见因的故事。我相信，亲像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这款的人，对于咱来讲，虽然以前2000年前的人，总是对咱来讲，这款的人，对伫咱，我相信拢无青分。其实，伊就亲像伫咱的性命，伫咱的四周围，遮个捌伫咱的家庭，伫教会内底培育咱、带领、带咱大汉的遐个信仰的前辈，亲像咱的主日学的老师。咱的青少年团契时的辅导，咱的小组长，咱的遮教会的遮牧者，前几天吼，我伫这个电脑的脸书啦，大家拢知 Facebook 吼，大家拢应该知影。我的脸书顶悬看到这个台南东门教会刘炳熙牧师的伊的脸书吼。伊搭一张相片，迄张相片就是伊带教会几个同工去探访因一个退休的老长老，这个长老已经102岁啊，102岁，这个老牧师就带伊的教会的同工去探访这个老长老，佮为这个长老来主持圣餐，因为长老虽然身体佮真勇健啦，总是较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到教会做礼拜，所以牧师的。老牧师就带一寡同工中进到这个陈长老家，为伊来主持圣餐。这个老牧师伫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文章内底，伊佮特别讲到讲，虽然陈长老年岁真老，伊的记忆无啥好，总是听到牧师甲伊讲，长老啊，你过去咧做主日校长的时候，你教过的这个主日的学生，即摆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呢。这个长老笑到嘴拢利塞塞安尼。其实我完全会当体会这个长老迄款心内的快乐。虽然我甲在座咱遮个信仰的长辈比起来，我还无到50岁啦，佮还少年吼。不过伫遮我嘛袂歹势甲大家分享吼。
伫过去差不多20-30天的时间，我对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做甲青少年的辅导，做后来大专中心、大专的学生的辅导，到后来做到总会青年干事。在这个过程的中间，我带过真侪学生，甚至这学生已经有真侪拢是教会的牧者。有时我伫教会内底安尼，咧他拜访还是讲道的时，听见无论是其他的牧者的同工，吼，也是教会遮的其他的会友，甲我讲，某咪牧者，吼，伊实在真认真，牧会实在真好，是一个真好的牧者的时，伊若是我的学生，我拢感觉真骄傲。讲实在啊，与有荣焉啊，因为我。毋是讲我真正介意偌济，是真正上帝互我有即个恩典，参与着遮尔好的即个教会牧者，还是同工，伫伊生长的过程的中间，会当参与着一部分，这真正是我的恩典。毋但安尼，我有真侪学生伫社会内底进入各行各业，伫即场透过因的专业有真好的表现，受到真大的肯定，这嘛是互我感觉真骄傲的代志。今仔日我为着退休传教士的主日来到咱的中间，除了分享圣经的信息以外，伫遮我们搁一摆提醒咱、呼吁咱，毋通袂记即遐个已经退休的遮个牧师、牧师娘、师长，咱嘛毋通袂记即过去。遐个要培养咱、要引带咱遐个信仰的长辈，因虽然已经年老，就亲像保罗甲提摩太讲的，讲好的征战所跑走的路站，爱守的道理，因拢已经做了真好。就亲像即个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共款，一世人真力服侍，尤其咱想象伫迄个几啊十当前，生活无亲像即摆遮尔富足，交通无遮尔方便，资讯无遮尔发达的时，因拍拼，用因尽力，牧会也好，传福音也好，做真好的事工。因的成果就是咱。咱今仔当坐伫遮，就是享受遮的退休，遮的过去的信仰的前辈，因所留落来美好的轨迹。所以，请大家搁一摆，咱来关心遮个退休的牧者、传道师、遮个传教者，有机会、有时间，咱会当去甲因探访，关心因的身体健康，关心因的精神健康，嘛，请咱用奉献来支持，互咱总会、传福会会当有更较侪资源来帮赞、来安养遮个退休的遮个传教者，互因照顾因晚年的生活。今仔嘛是抬杠节第2主日，2000年前耶稣已经出世伫伯利恒，伫加利利传福音，透过行洗的约翰的陪伴，耶稣完成伊即个世间的事工。不过抬杠节阁有另外一个意义，除了咱要迎子，阁过2礼拜、2-3礼拜，即耶稣圣诞节耶稣的出世以外，咱嘛是咧期待有一日基督阁会来到伫咱的中间。伫新约的时代，亲像我头拄仔所讲的故事，伫圣经内底讲即个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因陪伴，因为着耶稣的降生，因陪伴行洗的约翰来陪伴耶稣的降生，所以是陪伴的陪伴。今仔日咱嘛共款，咱毋知影耶稣什么时阵会再来，咱毋知影，所以咱会当安怎做？咱会当亲像咱会当亲像撒加利亚，亲像伊丽莎白，亲像咱的信仰的前辈共款，咱来陪伴咱的后一代，
互因陪伴，因的互因陪伴，因的后一代来陪伴耶稣基督的再来。咱的教会是一个真对青年事工、对儿童事工真认真的教会。我伫咱的教会中间嘛，看见咱是怎样在陪伴咱的少年一辈、咱的儿童，陪伴因的信仰，陪伴因的性命，互因有迄款的能力去陪伴耶稣基督的再来。愿上帝帮助咱，求圣神，互咱有信心、有愿望，佮互咱有听的温素，亲像保罗所讲的，咱有听的温素，帮助咱，互咱的性命互相连结。咱嘛时时反省咱的信仰，反省咱甲主的关系，也恳求圣神来引带咱，互咱行伫上帝爱咱行的道路，亲像撒加利亚，亲像伊丽莎白，因顺服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教示去行。当咱安尼陪伴咱家己，咱就是咧陪伴咱的下一代的性命，一代搁一代，一直到主过来的迄日，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世间千万人的中间，大声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你互阮的性命有方向、有目标，佮有永远我的愿望。主，即时阮搁一摆将我家己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找圣神来引带阮，坚固阮的信仰，也陪伴阮的性命，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人，佮透过阮所做，会当留落美好的信仰，互阮的后代，也互因继续传承即个美好的信仰，来陪伴有一日你搁来到阮的中间。阮的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495首，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咱请起立吟全首。是我一切愿望，坚固我心拢无离，从我见过万世万大，生命真实就是你，只有伊，正行去。
弟姊妹，咱伫即个大港节期，伫咱今日信息，互咱为着备班来备班，咱会当一代会当煞接一代，咱即代也会当备班下一代，尊荣顶一代，成全即一代，也会当兴起下一代。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为着这个忠心的牧者因一世人为主着磨，因真诚体优的生活，咱为因祈祷，互因拢无欠缺，互因会当得到勇惊。咱也为着咱的教会软正的肢体、三体祈祷。咱为着无论是伫癌症的治疗中间的兄弟，伫福建的兄弟，伫手术中咧恢复的兄弟，年长的兄弟，咱拢奉主的名为因祈祷祝福。嘛为着教会为下晡到后礼拜下晡，咱有幸福的特会，望互即帮的这个慕道友会当接受耶稣基督做因一生的救主，会当洗礼进入教会，咱为着因祈祷，嘛为着教会伫即个城市12月24的嘉年华会一切的参与来祈祷，求上帝祝福。咱也为着咱的国家祈祷，明年总统立委的即个选举会当顺遂。为着伫国际上有战争的所在，有地动的所在，有真正拄着艰苦的所在，求上帝的平安伫迄个所在，上帝恩典充满伫因。兄弟，咱有甚物款的祈祷，咱带来到主的面前，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我伫阮总会所定牧团，这个体育的牧团，阮特别来关心因体育的生活。主耶稣，感谢你，互你的圣话，所有兄弟姊妹拢真心有疼心，逐当拢会当关心伫这个体育的牧者，互因一世人为主献身着磨，到伫年老体育的时，互因温暖，互因无孤单，互因无欠缺。主耶稣啊，求你施恩伫正教会，透过因的奉献带导，会当帮助这个体育的牧团，拢会当领受上帝恩典祝福，互因的信仰爱志会当一代煞接一代。主啊，一代佫比一代佫较好，一代比一代佫较强。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主，阮也特别奉你的名，为着阮中间软正的肢体，求主你的医治到伫因。主啊，为着赵清文兄弟、林良秋兄弟，主啊，克里先姐姊妹，伫癌症的治疗中间，需要你的恩典，给你恩典。主耶稣，阮中间红胜利兄弟周志杰弟兄，拢受损，求你拢特别看顾。主啊，互因的恢复一切顺遂。为着叶永信兄弟也是接受这个癌症的治疗，求你也看顾帮赞，甲因同在。主啊，互伊会当真正举头仰望你，来倚靠你。主啊，你将信心守住伊，互因会当透过因的信心的祈祷，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主耶稣，阮将教会传福音的工程，特别阮有2礼拜行路特会，望较侪兄弟会当真正圣神感动因，来认耶稣基督做主，来个别人的信仰进入你的圣会。主耶稣啊，阮为着阮台湾5年恳求，互台湾这当的总统立委选举，拢会当顺利平安，选出下伫你心意的人，会当来带领台湾向前。主啊，整个世界，主啊，特别伫这个圣诞节期，主啊，求你将平安赏赐予因，互因无搁伫战争的艰苦。主啊，互因无搁伫这个灾难的包围。主耶稣，愿你施恩，愿你怜悯。
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伫体育舞团主日会当表达阮对因的感谢、关怀、代祷甲奉献。愿你感纳阮所做，愿你也甲阮所有这软正的肢体同在，使阮伫因的身躯顶，透过祈祷，上帝你的手伫因的身躯顶，你医治的手伫因的身躯顶，互因病痛得到医好，软弱得到勇壮。主啊，阮中间若有甚物款的祈祷，愿你感纳阮的所求。主啊，伫这个圣诞节期，互得救的人加添伫你的圣会。主啊，愿你圣神有能做工，感谢你，学到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咱今日是体育的舞团的主日感谢主，这个团伙会是咱高雄中会发起，后来总会接纳，所以会当关心这个牧者体育的生活。过去咱也无讲劳保真健全的时阵，较长辈的牧者其实因体育的生活是常常是互咱感觉会心酸透过有这个团伙会会当关怀，咱会当伫这个主日奉献，咱会当诚说爱牧之友主要是要关心伫这体育的牧者特别为个较需要关怀。较需要关怀的人咱即马总会就是体育的牧者较早较基金较丰富，所以当一个月10000块直直减，即马应该是减到一对夫一个月5000块的关怀那一个人是3500块啦这就是即马的关怀人减少，这是团伙会，咱若看到遮写着讲5档平均已经不足款4000几万因为真正体育人真济，需要关怀金额真悬，请兄这用恁的疼心来帮助这体育的牧者的生活。咱请接续来收奉献，咱有这个奉献录咱若今日无，咱会当用信用卡嘛会使还是咱特别有逐个月固定这个爱牧之友的奉献也欢迎。起立吟奉献诗。三个来感谢，亲爱的阿爸爸，阮感谢你。主，阮知你是稳定的阿爸爸。主，阮知因为你的疼，互阮会当三甲彼此关怀。主，阮知也因为你的稳定，互阮有够额用的。主啊，阮知你也赏赐阮好在的能力。主，阮一切拢感谢你。当即时，阮来甲你的圣殿，阮也带着礼物甲你的面前，阮要来诚侪教会事工的路用，也愿上帝你欢喜感纳阮所献的，也祝福阮所献的，也稳定百倍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因伫生活上拢有够额用的，因为伫上帝稳定内面，阮是一个好额的人。主，阮感谢你，愿你欢喜
听阮的祈祷，也感纳阮所献的。安尼感谢拢是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免。祝福车肯。金丝线，请地牧师祝祷。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入疼人上帝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至关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主过来的迄日，阿门。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的聚会就到这结束，请咱做闭会祈祷了后，才离开。